长辈们，如果我告诉您，这种您一直认为安全且有益的热带水果，实际上可能会损害您的健康。如果食用不当，甚至会危及生命，您会怎么想？我说的就是木瓜。数个世代以来，木瓜一直被誉为自然疗愈最强大的食物之一。它富含能舒缓肠道的消化酵素、对抗发炎的抗氧化剂，以及能增强免疫系统和保护视力的维生素。事实上，在亚洲和拉丁美洲文化中，木瓜长久以来被称为长寿之果。但这里有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大多数人不知道木瓜有危险的一面。如果忽视这一点，可能会引起消化疼痛、药物交互作用、细菌感染，甚至危及生命的反应。最可怕的是，许多这些风险来自日常生活中的简单错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所做的动作。在我多年研究长者营养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御寒伤害之间的差异，往往取决于您如何准备、保存和食用食物。对于木瓜来说，界限非常微妙。处理得当，它可以支持消化、保护心脏和增强免疫力；处理不当，同样，这个水果可能会损害您的健康。这就是因为什么在今天的影片中，我们要揭露6个食用木瓜时绝对要避免的关键错误，以及如何安全食用，以充分享受其惊人益处而无风险。那么，请拿起笔记本。有些资讯会让您惊讶。在开始之前，我想知道您是否经常食用木瓜？您是否曾在食用后注意到不寻常的反应？请在下方评论区分享您的经验。您的见证可能会帮助今天观看此影片的另一位长辈。现在让我们进入第一个错误。错误第一：丢弃木瓜籽，这个隐藏的宝藏。长辈们，说实话，你有多少次切开一颗成熟的木瓜，取出那些黑色闪亮的小籽，然后毫不犹豫地直接扔进垃圾桶？别担心，您并不孤单，几乎每个人都这样做。但这里有一个真相：扔掉这些籽，您实际上是在丢弃最强大的天然药物之一。木瓜籽可能看起来小而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们是真正的营养浓缩物。发表在食品科学期刊上的研究显示，这些小籽含有广谱抗菌化合物，强大到足以对抗危险细菌，如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和葡萄球菌。另一项植物化学研究发现，木瓜籽富含苯甲基异硫氰酸酯，这是一种天然化合物，已被证明能杀死肠道寄生虫。但这只是开始。木瓜籽还含有消化酵素、木瓜蛋白酶，有助于将蛋白质分解成更小、更容易吸收的形式。对长者来说，这至关重要，因为随着年龄增长，胃酸度降低，消化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变得更加困难，消化不良会导致肌肉量加速流失。这种情况称为肌少症。饭后食用几颗木瓜籽，可以在您的身体吸收营养的方式上产生巨大差异。此外，木瓜籽含有油酸和棕榈酸，具有抗发炎特性，可保护您的关节和组织。它们还富含抗氧化剂、类黄酮和酚类化合物，有助于中和自由基，支持心脏健康并延缓细胞老化。但这里有一个陷阱：过多的好东西
可能变成有毒。研究显示，大量木瓜籽提取物可能会损害肝脏。为了您的安全，建议摄取量每天不应超过5到6颗新鲜籽，或1到2茶匙前皂磨碎的籽撒在冰沙或沙拉中。长者重要。安全提示：如果您怀孕，请完全避免木瓜籽，它们可能刺激子宫收缩。如果您正在服用抗凝血药物，如华法林，或患有凝血障碍，请在食用前咨询您的医师，因为木瓜籽可能增强抗凝血效果。总之，不要让这些籽浪费掉，与其丢弃，不如从饭后仅2到3颗籽开始，充分咀嚼并观察您身体的反应。随着时间推移，您将发现木瓜守得最好的秘密之一，来自大多数人丢弃的水果部分。现在您知道木瓜籽的力量。让我们进入另一个常见错误，那就是在木瓜成熟之前食用它。这对您的胃可能非常危险。错误。第二，食用未成熟的木瓜。乍看之下，绿色木瓜似乎无害，毕竟它是同一种水果，只是还没完全成熟。但这个错误可能会将木瓜从疗愈食物变成消化灾难。原因如下：未成熟木瓜含有极高浓度的木瓜蛋白酶，这个种酵素使成熟木瓜对消化如此有益。在未成熟的水果中，木瓜蛋白酶的含量可能高出10到15倍。如此大量的木瓜蛋白酶不仅仅是帮助分解食物中的蛋白质，它可能开始降解您胃部娇嫩的黏膜。后果如何？食用未成熟木瓜的长者经常会感到突然的胃灼热、恶心、腹泻，含痛苦的腹部绞痛。对于已经有敏感消化系统的人来说，刺激可能是压倒性的。对于孕妇来说，风险更加严重。传统医学曾经使用未成熟木瓜作为引发流产的天然方法，现代研究证实了这种危险。绿色木瓜中浓缩的木瓜蛋白酶可能刺激子宫收缩，增加第一孕期流产风险，甚至在怀孕后期引发早产。与乳胶的交叉反应性：如果您对乳胶、香蕉、酪梨、奇异果或栗子过敏，绿色木瓜更有可能引起瘙痒、前麻疹或喉咙紧绷感。现在，您可能想知道，如果未成熟木瓜如此危险，为什么有些文化仍在食谱中使用它？譬如青木瓜沙拉，答案在于适度和准备。使用绿色木瓜的料理，例如泰国凉拌青木瓜，会将其切成细丝，用盐或用柠檬汁或发酵鱼露腌制，搭配脂肪、花生和香草平衡。这些步骤可以调节酵素并减少分量。那么，如何避免这个错误？始终选择完全成熟的木瓜。成熟的木瓜如何辨识？外皮应该从绿色变成黄色或橙色。轻轻按压时，果肉应该略微柔软，会散发出甜美的芳香。如果您不小心买到硬的绿色木瓜，不要惊慌，将它放在室温下几天。木瓜像香蕉一样自然成熟，避免将未成熟的木瓜放入冰箱，因为这会停止成熟过程，并锁住那些严厉的酵素。一旦成熟，您可以冷藏以保持新鲜。总之，如果木瓜仍然是绿色的，把它留在台面上，您的胃会感谢您。现在我们已经涵盖了成熟度、
让我们谈谈当木瓜与您正在服用的药物冲突时会发生什么。这是一个大多数长者都没有意识到的隐藏风险。错误。第三，忽视木瓜与药物的交互作用。对于许多长者来说，木瓜似乎只是一种无害的水果，但当它进入您的身体时，它不仅仅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它与您的消化酵素、肝脏功能，甚至您正在服用的药物相互作用。如果您正在进行任何慢性疾病的医疗治疗，这些交互作用可能是危险的，有时甚至是危及生命的。让我们分解3个最关键的药物冲突。第一，抗凝血药物。华法林、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木瓜含有天然水杨酸盐和化合物，可以稀释血液。这些与抗凝血药物结合时，可能会过度稀释您的血液，结果是什么？增加危险出血的风险，牙啃出血、流鼻血，或更严重的是胃肠道或脑出血。如果您定期服用任何血液稀释剂，即使是低剂量的阿司匹林，在将木瓜添加到您的饮食之前，请咨询您的医师。您的医师可能会调整您的剂量或建议替代水果。第二，糖尿病药物。2甲双胍、格列本脲、胰岛素。木瓜的天然糖分和酵素可以帮助降低血糖水平。这通常是一件好事，但对于已经服用糖尿病药物的人来说，这可能导致危险的低血糖，称为低血糖症。低血糖症的症状包括头晕、出汗、颤抖、意识混乱，在严重情况下，昏厥或癫痫发作。如果您正在管理第2型糖尿病并喜欢木瓜，请监测您的血糖水平，并告知您的医疗团队，他们可能会调整您的用药时间或剂量，以安全地适应木瓜。第三，甲状腺药物。左旋甲状腺素。有些证据表明木瓜蛋白酶可能会干扰甲状腺激素的吸收。如果您服用左旋甲状腺素治疗甲状腺功能低下症，在服药后至少等待2到3小时再食用木瓜，从不同时食用。额外警告：手术前，如果您计划进行任何手术，包括牙科手术，在手术前至少2周停止食用木瓜。它的抗凝血特性可能会增加手术过程中和手术后的出血风险。为了您的安全，请始终这样做：将您正在服用的所有药物、补充剂和草药列一个清单，与您的医师或药剂师分享此清单，并询问木瓜是否与您的治疗方案相容。从小分量开始，观察您身体的反应。如果您注意到意外的副作用，如淤伤、疲劳或消化变化，请立即停止并询，求医疗建议。结论：药物交互作用不是小事，即使是天然的、健康的食物如木瓜，也可能干扰挽救生命的治疗。知识就是保护。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即使木瓜对您来说是安全的，过量食用如何将疗愈转化为伤害。错误。第四，过量食用木瓜。木瓜美味、营养丰富，且对消化系统友善，所以很容易认为吃越多越好，但这是一个危险的误解。事实上，即使是最健康的食物，当过量食用时，也可能骗得有害。以下是为什么过量食用木瓜可能会伤害您，而不是帮助您的原因。第一，酵素过再引起肠道不适。木瓜的疗愈力量来自它的消化酵素，尤其是木瓜蛋白酶。但过多的木瓜蛋白酶会刺激您的胃和肠道内壁，
后果腹部绞痛、腹泻、恶心，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血便。对于已经有肠燥症、克隆氏症或溃疡性结肠炎等疾病的人来说，过量的木瓜蛋白酶可能会加剧症状并引发严重的发作。如果您容易消化不良，每天坚持1小份，大约100到150克，相当于1杯切块木瓜。第二，果糖过量导致腹胀和腹泻。木瓜含有果糖，这是一种天然糖，虽然比精制糖更健康，但果糖在大量食用时可能很难消化。过量的果糖可能导致肠道中的水分滞留，导致腹胀、气体和水样腹泻。这在患有果糖不耐症或小肠细菌过度生长的人中尤其常见。一次食用超过2杯木瓜，尤其是空腹时，会压到您的消化系统。保持分量适中，以避免不适。第三，皮肤片黄，一种称为胡萝卜素血症的状况。木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这种化合物，使其呈现橙色。当您长时间食用大量木瓜时，您的身体可能会积累过多的贝塔胡萝卜素，导致您的皮肤变成黄色或橙色，尤其是在手掌和脚底。虽然胡萝卜素血症本身是无害的，会在您减少木瓜摄取后消退，但它可能与黄疸混淆。黄疸是肝脏疾病或胆管堵塞的严重征兆。如果您注意到持续的皮肤变色，请咨询您的医师，以排除潜在的健康问题。第四，过度消耗维生素的长期风险。木瓜的营养丰富是其最大的优势，但也可能成为劣势。过量食用可能导致脂溶性维生素，如维生素 A 的过度积累。虽然不常见，但过多的维生素 A 会随着时间推移引起头痛、视力模糊、骨骼疼痛和肝脏损伤。怀孕期间过量的维生素 A 也与出生缺陷有关，适量是关键。正确的木瓜分量是多少？对于大多数长者来说，每周3到4次，每次100到150克。大约1杯切块木瓜是理想的。如果您特别喜欢木瓜，请确保您的饮食多样化，包括其他水果和蔬菜，以平衡营养摄入。结论：木瓜是一种强大的疗愈工具，但尊重它的效力，享受它，获得它的益处，但不要让它主导您的饮食。现在我们已经谈到分量，让我们看看储存如何将新鲜的木瓜变成有害的东西。如果处理不当的话，错误第5，不当储存导致细菌生长。木瓜是世界上最容易腐坏的水果之一，它柔软的果肉、高水分含量和天然糖分为细菌、霉菌和酵母菌的快速生长创造了完美的环境。错误地储存木瓜不仅会破坏它的味道和营养，还会让你面临食物中毒的风险。让我们分解什么会出错，以及如何安全储存木瓜。危险： 1. 在室温下放置过久。一旦木瓜完全成熟，它应该在2到3天内食用。如果在室温下储存超过这个时间，果肉开始发酵，糖分分解，酵母菌和霉菌开始繁殖，迹象包括发酵、气味、变色、斑点和过度柔软的斑块。食用发酵木瓜可能导致恶心、呕吐、腹泻和腹部绞痛。在最坏的情况下，如果霉菌已经形成，霉菌毒素可能会积累，导致更严重的疾病。危险2：不当冷藏。
虽然冷藏可以延长木瓜的寿命，但也必须正确进行。将整个木瓜未覆盖地放入冰箱，会使其吸收其他食物的气味，并暴露于交叉污染。切开的木瓜如果不密封，会迅速乾燥，失去营养，并吸引细菌。细菌如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喜欢潮湿含糖的环境。切开的木瓜正好提供了这个环境。如果切开的木瓜在冰箱中放置超过3天，即使它看起来还可以，也可能含有危险水平的细菌。危险3：反复冷冻和解冻。有些人为了延长保质期会冷冻木瓜，虽然冷冻本身是可以的，但反复解冻和重新冷冻会破坏细胞结构，使木瓜片得糊状，并更容易受到微生物的侵害。解冻的木瓜应该在24小时内食用。从不重新冷冻安全储存的最佳时间，整个未成熟的木瓜在室温下存放直到成熟，将它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远离阳光直射。整个成熟的木瓜立即转移到冰箱，用保鲜膜或放入可重复使用的产品袋中包裹，以防止气味吸收。切开的木瓜将切片或立方体放入密封容器中，在上面放一张纸巾以吸收多余的水分。在冰箱中最多存放3天。冷冻木瓜：将木瓜去皮并切成立方体，将立方体平铺在烤盘上并冷冻，直到片硬转移到冷冻袋中，并标记日期。冷冻木瓜可以保存长达6个月，只解冻您计划立即使用的部分。警告标志：何时丢弃木瓜、酸味或发酵气味、粘稠或糊状的质地、黑色、绿色或白色、霉菌斑点、过度柔软或渗出液体的斑块。如果您看到任何这些标志，不要冒险扔掉木瓜。结论：正确的储存不是可选的，它是安全的。对待您的木瓜要小心，它会用营养和味道回报您。忽视储存，您可能会用食物中毒换取您的健康。现在让我们进入最后但绝对不是最不重要的错误：忽视木瓜过敏和敏感性。这是一个比大多数人意识到的更常见的问题。错误第6：忽视木瓜过敏和敏感性。大多数人认为木瓜过敏是罕见的，虽然不像对坚果或贝类的过敏那样常见，但对木瓜，特别是对木瓜蛋白酶酵素的敏感性正在上升。问题是，许多人不知道他们有敏感性，直到症状逐渐恶化，从轻微的不适发展到严重的反应。更复杂的是，木瓜过敏经常与其他水果和乳胶过敏重叠。这意味着，如果您对一种过敏，您可能对另一种也有反应。让我们分解这个经常被忽视的风险。什么是木瓜蛋白酶敏感性？木瓜蛋白酶是木瓜的明星酵素，负责它的许多健康益处。但对于某些人来说，这种相同的酵素会触发免疫系统，将其识别为威胁，这被称为木瓜蛋白酶敏感性。它可能表现为轻微过敏或严重过敏反应，轻度到中度症状，瘙痒或口腔含喉咙刺痛，称为口腔过敏症候群。嘴唇、舌头或脸部肿胀，皮肤反应如前麻疹、红疹或湿疹，消化问题，包括恶心、呕吐、腹泻和腹部绞痛，呼吸困难，如喘息或鼻塞，严重症状，过敏性休克。在极少数情况下，对木瓜的严重过敏可能导致过敏性休克。
这是一个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症状包括喉咙紧绷，导致呼吸困难，脸部、舌头或嘴唇快速肿胀，全身前麻疹或红疹，血压突然下降，甚至意识丧失，医疗报告证实。虽然木瓜蛋白酶引起的过敏性休克很罕见，但可能发生，特别是在有寄存敏感性的人身上。更令人惊讶的是交叉反应的风险。如果您对木瓜蛋白酶过敏，你也可能对乳胶过敏，因为木瓜与橡胶树的树叶共享类似的蛋白质。还有其他热带水果，如奇异果、凤梨或无花果，一些含有木瓜蛋白酶提取物的嫩肉剂和消化补充剂也可能引起反应。这意味着对木瓜的敏感性可能是您不怀疑的更广泛过敏模式的一部分。以下是如何保护自己，保持食物日记，记录您吃的东西以及您的身体如何反应。如果您怀疑对木瓜敏感，请在医疗监督下尝试排除饮食，要求您的医师进行过敏测试，以确认木瓜蛋白酶是否是罪魁祸首。对于那些敏感性已确认的人，完全避免是唯一安全的选择，即使是少量也可能引发反应，不要低估这个错误。对大多数人来说，木瓜是一种滋养和疗愈的水果，但对于那些对木瓜蛋白酶敏感的人来说，它可能会悄悄侵蚀健康，扰乱免疫系统，在最坏的情况下危及生命。结论：倾听您的身体。如果木瓜让您感觉更糟而不是更好，它可能不是适合您的超级食物。尊重您的极限病资，寻您的医疗专业人员，以寻找安全的替代品。当正确食用时，木瓜的惊人益处会显现。在浏览了6个关键错误之后，很容易认为木瓜是危险的。但这个里有一个真相：正确食用木瓜是大自然最强大的疗愈食物之一。它的酵素、抗氧化剂和营养素可以改变消化，增强免疫力，甚至延缓与年龄相关的衰退。关键是尊重和适度。第一，天然消化助手。木瓜的明星酵素木瓜蛋白酶作为您胃部的温和助手，它将蛋白质分解成更小、更容易吸收的片段，使您的消化系统更容易处理食物。这对于长者尤其重要，因为天然酵素的产生往往随着年龄而减少。定期食用木瓜可以减少腹胀，缓解消化不良病，改善营养吸收。第二，维生素 C 的来源。一杯新鲜木瓜提供约96毫克维生素 C， 约占您每日摄取量的 98%， 比大多数柳橙还多。维生素 C 增强免疫系统，支持皮肤和关节的胶原蛋白生产，并加速伤口愈合，结合木瓜的天然抗氧化剂。它构成了抵御感染和环境压力的屏障。第三，对抗老化的抗氧化剂。木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番茄红素和玉米黄质，这些化合物被证明可以对抗氧化压力。这些抗氧化剂保护您的细胞免受自由基损伤，减少慢性发炎，并支持长期心血管健康。研究甚至显示，发酵木瓜可减少老年人和糖尿病前期患者的氧化压力，帮助恢复老化细胞的平衡。第四，视力和皮肤的保护者。每杯木瓜含有超过1500国际单位的维生素 A， 滋养您的眼睛和皮肤。贝塔、胡萝卜素和玉米黄质可防止黄斑部退化，
而番茄红素支持皮肤淡性病，减少阳光造成的损伤。许多定期食用木瓜的长者会注意到肤色更明亮，老年斑减少，以及随着时间推移，视力更清晰。第五，抗发炎和免疫支持。研究表明，木瓜蛋白酶和木瓜中的其他生物活性化合物可以平息发炎途径，同时平衡免疫反应。这使木瓜对于那些管理关节炎、自体免疫问题或低度慢性发炎的人特别有用。饭前食用1小份，可以帮助缓和发炎发作并维持稳定的能量。第六，体重管理和恢复支持。木瓜天然低热量，但富含纤维和水分，使其成为体重控制的理想选择。酵素促进蛋白质消化，有助于肌肉恢复，特别是在轻度运动或物理治疗后，结合其稳定的能量释放。木瓜是适合长者饮食的明智添加。如何正确食用木瓜？理想分量每周3到4次，每次100到150克新鲜木瓜。最佳时间：饭前30分钟，刺激消化，或运动后获得抗氧化恢复，避免深夜食用。天然糖分可能妨碍恢复性睡眠。使用周期：每3个月休息1周，以防止酵素耐受性。结论：当受到尊重并正确使用时，木瓜不仅仅是一种食物，它是直接来自大自然的功能性药物。它可以促进消化，保卫您的免疫系统，照亮您的皮肤，保护您的视力病，限制发炎。特别是对长者来说，木瓜提供了一种温和但强大的方式来保持活力和韧性。结论就这样，木瓜可以是地球上最疗愈的水果之一，也可以成为健康的无声危险，取决于您如何使用它。我们揭露了6个关键错误：丢弃子、食用未成熟的水果、忽视药物交互作用、过量食用、不当储存以及忽视过敏。我们也看到，当正确食用时，木瓜成为消化、免疫力、皮肤、视力和长期活力的动力来源。教训很简单，不仅是您吃什么，而是您如何吃它，决定了它是治愈您还是伤害您。通过尊重木瓜的力量，正确准备它并倾听您的身体，您可以解锁其所有惊人的益处，而不会危及您的健康。现在，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您经常吃木瓜吗？您是否曾注意到不寻常的反应？或者您自己体验过这些治疗益处？在评论中分享您的经验、您的故事，可能会激励其他人掌控自己的健康。如果今天的指南让您大开眼界，请点赞与喜欢木瓜的朋友分享此影片，别忘了订阅，以便永远不会错过另一个基于证据的健康建议。我们一起建立一个长者蓬勃发展、保持强壮并自信老化的社群。记住，知识就是力量，但应用的知识就是转变，让木瓜成为您的盟友，而不是您的敌人。